23年嚟，每逢到呢一夜，維園都特別光亮。點點燭光照遍維園6個足球場，連草地、籃球場、行人通道都坐滿人。參與燭光晚會嘅人都有同一個夢想，就係早日平反六四。晚會喺8點幾開始，支聯會常委先獻花紀念6四死難者。一鞠躬，願民主中國早日來臨。再帶領年輕人燃點火炬，寓意將平反6四嘅訴求延續落去。釋放民運人士，平反89民運。唔少參加晚會嘅都係90後嘅年輕人，雖然佢哋冇親身經歷6四，但感受依然強烈。中國成日話日本啦，篡改教科書啦，唔寫南京大屠殺啦，但我覺得中國佢依家唔肯承認6四呢件事，其實個行為係預咗一次，即係冇分別。去年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訪港時，被警方強行帶走嘅平反6四 T 恤男，帶同5歲嘅女同2歲嘅仔嚟晚會。因為我希望下一代知道多啲歷史嘅真相。假如我哋呢一代唔能夠平反嘅話，我希望佢哋可以繼續呢一個嘅訴求，直到中國人可以有自由，可以有民主。支聯會又喺晚會上籌款，希望可以籌到500萬元，設立永久嘅6四紀念館。歷時大約2個鐘嘅晚會喺10點結束。大會話有超過18萬人出席晚會，打破歷年紀錄，比去年多3萬人。警方就估計最高峰時有85000人參與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